然后我要问的是佛教的宇宙观，因为我只有在这个上师演教里面有看到，我今天上课有讲到，就是在第29页第2章的寿命无常。第一大项，我们刚刚今天一开始最开始讲到，他说思维外器世界而修无常。然后他这里有讲到，虽然是佛学名词，我不是要问佛学名词的问题，但是因为我们是在地球生存，然后我们现有的科技发展只能看到宇宙，比方说像银河系这些。那在佛经里面讲到的4大洲、须弥山、天界这个铁围，它是不是已经超过这个范围？目前我们科技所能看到的这个银河系跟太空的范围。好。那么这个问题上呢，现在就是很多的人也是一直在讨论，甚至有的人说，就是在那个佛教的这个概念不符合那个科学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怎么说呢？逻辑上就是一直都是在那个怎么说呢？产生了一种讨论。那么这个佛教的这个宇宙的概念呢，主要是那个在俱舍论里面讲的比较清楚。那么在俱舍里面讲的比较清楚，但有些呢就是完完全全就是中间就是一座须弥山。那么须弥山的最高的地方就是天界，天界这样下来就是大海。大海呢，就是围绕着须弥山，在这个大海之中呢，就是东西南北有这样的4大洲，然后就是东的旁边有2个，南的旁边有2个，西的旁边就是这样的8个小洲，以这样的一个，相当就是从我们人类的这种智慧范围来说的话，就是那就可能是就是一个大海之中一座山，然后就是旁边有4个大一点的道。然后在每一个岛的旁边有2个小的道，就是这样8洲、4洲、8洲，就这样的概念去讲的话，那现在的这个科学的这个逻辑有点，科学的现在实际可以能看得到的这种怎么说呢？那个地球感这个怎么说呢？那个你刚刚说的什么？银河系。银河系啊这些，那就有点那个没有办法再对得上，对不上的。但是很多的佛学者也是有这样讲。那现在这个方面来说呢，可能是过去呢，就是在那个等一下我俱舍论所写的这个尊者，你们知道吗？就是包括一念，甚至叫一念的名字，你们知不知道？中文。俱舍论。啊。等一下啊，一念叫那个世亲菩萨著作的俱舍论啊，然后呢，他写的就是那个须弥山的这个四面的颜色，然后还有各种各样这些方面，我刚刚所讲的一样，一个水里面就像一个大海是一个水，那么这个中间就是一座山，就是须弥山，然后东西南北就是4个道，然后这旁边也是2个小道，每一个道下面2个小道，就这样去以我们人类的智慧去看的话，那肯定就是没有办法符合科学的这个实际的情况。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很多的有些刊播也是有说，那个时候可能是那个怎么说呢，叫什么那个世亲菩萨，也是可能是为了那个时候的众生能够可以更容易了解的方式而说出来的。实际上应该是不存在这个问题，应该是这个佛教对宇宙的这个概念，按照那个俱舍论的时候就是不符合逻辑，有这种的说法。有时有这样说，但是呢，他们有甚至就是说对这个方面不需要特别努力的去解释，也好像也是这个我们错了就错了，有这种一点概念。但是这个上面来说的，以我们的上师法王奔马盖宗法王他的解释就不是这个样子的，他的解释就是
这个根本就不是我们人类所能够可以在了解到的一个范围，而且并不是现在科技的相当就是眼睛能够可以看得到的一个东西。所谓的居士里面所讲的不光是一个地球，讲到的就是从天界以下、地狱以下的所有的一个三界。那么这些三界呢，就是有些呢就是不属于我们人类的时光范围，有些是属于我们人类的时光范围。所以就是所谓的须弥山，所谓的这个南瞻部诸这些来说到，那我们人类所讲的就是相当就是西方国家是西牛合诸那个东方国家是东胜神诸，那样的话，就这个是我们只是一个比较狭隘的智慧去看这个法界的。所谓的法界，实际上来说的话，我们讲念那个从佛所谓的这个宇宙的概念是什么样的？我们看从普贤行愿品里面念，一刹之中，什么？成数刹是吧？一个刹，一个回程的之中呢，就是有虚空中的所有的回程，同样的数量的回程，也可以说。每一个回程里面就是像如同这个回程数量般的世界佛净土，每一个世界有佛有净土有每一个净土就是有无量无数的这个诸佛菩萨，无量无数的净土。所以我们所谓的我们刚刚我也提到过一个众生的这个生死轮回的一切干数，是不是我们人类的时间上一个蚂蚁今天早上出生，人类的一天的时间是他的寿命，所以并不代表他痛苦的时间很短。就像这样，我们就所谓的宇宙的大与小，也并不是我们人类的这种思想和人类的智慧来判断，也没有在他的言论范围里面，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是我们必须得要把这个缩小到我们的智慧范围去讲的话，那就是曾经这个怎么说呢？那个刚刚叫什么世亲菩萨所讲的这个宇宙的概念，跟现在科学的这个科技所发现的这个现实的这个宇宙的概念，那就不符合，不同的，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有很多曾经有这种的解释，这个方面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的上师所讲的这个方面来说到，就我们是自从上师这样解释过以后，我们都达到就是说虽然就是这样的，实际上从真正的去看到，佛陀也是说了，就有许多个世界，并不是说只是一个世界。佛陀而且是讲了许多个世界，各种各样的世界，有各种各样的人类，有些人只有一只脚的那么在这个我们南瞻部诸的人看到这种人的话，那肯定是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他只是一个脚，但是他们看到我们南瞻部诸的人有两个脚，也是一定是会觉得很奇怪。那么从这样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南瞻部诸的人有两只脚的话，那就东西两个人都是有两只脚的并不是其他世界嘛。但是佛陀有说其他的这样的情况下，就像我们在科学家说的，也许可能外星人就是外星星球上有人类存在，或者所谓的外星人这些，但是有点接近有点接近，就是这样。但是佛陀早就已经比这个讲得更清楚，并不是说有可能有外星，有可能有其他的世界，不是这样的。那而且在这个里面，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整个外界世界的无常的时候，像比如说地狱中的众生跟全部恶鬼中的众生、畜生的众生全部都毁灭，是不是全部都成佛了？但也并不是。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如果还没有业力消失的这些众生不存在这个地狱当中，但是有其他的净土的地狱当中，所以就是说明很多的净土，还有很多的世界，还有很多的地狱。所以我们就相当就是曾经一开始听说过，那个时候地狱也毁灭的话，那个时候就地狱也毁灭，众生也不见的话，那个时候也可能没有众生在痛苦。但这个来说的不是在整个的这个怎么说呢？法界之中没有众生，不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六道轮回当中的众生，就是像地狱的众生就不存在，那么就是在梵天以下的众生不存在。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梵天以上的众生以外，其他都成佛了吗？但并不是，但是也是有因缘要下地狱的，还是一样的有地狱可以下，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不光是一个地球，众生存在的地方是不光是一个地球，就是这样。还有呢？还有没有问题啊？好，那没有问题的话，今天就差不多了，时间也已经快5点半了。好。接下来我前面所讲的一样，你们就在这个1个礼拜的时间里面，好好的去思维一下啊，好不好？今天所有的就是能够可以解答的问题，如果没有解答的问题，或者说听到的、说知道的、说没有理解的、有理解的，全部都必须得要好好的去思维，然后就怎么说呢？才是会有帮助的。然后我们可以以后的话，应该要做一个考试的那个活动，也应该会比较好吧？你们觉得好还是不好啊？啊？好还是不好，文静啊？师傅不用考了，不用考了哦。没时间了。等一下比起考还是不考？吗？考试好还是不考试好？你说考试大家会紧张。哦。那我想会。所以越轻松越好，是吧？不是，是的，目前刚刚讲的依系心而学习会比较简单一点。啊？依系心而学习会比较简单一点。一切都在无常之中，要把握时间，赶快修行。师傅来考试，然后考了0分又起烦恼，就打击了，退转。那如果是考到第1名的话？那虚荣的又高兴都不太好了。如果您我们努力的思维听取就好了。师傅考试太伤脑筋。不过师傅您要考就考。好，我们今天所讲法听法的一切对，还有忘记一件事情，今天是那个萨嘎达瓦的第1天啊。对。所以你们的可能大部分全部都是吃素的吧？是不是？对。那没有吃素的人也是这个月吃素，加油一下，也是非常好的，很殊胜的。而且加上吃素以外呢，这个月就是可以在平常要更增加一些功课。那么这个功课来说，大家我希望多念那个白字铭，好不好？好。平常你们有做白字铭的。怎么说功课的人，当然就是平常的做以外要加强一点。平常没有做白字铭功课的人，就是这段时间这个月里面，多念一下白字铭，好不好？我们一起发愿。今天所讲课跟听课的一切功德，以及所有一切的功德，并在一起回向给一切众生，愿一切高深大德上师善知识们长久住世，法轮常转，愿一切众生早日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早日获得圆满正等觉佛的果位。苏摩多有当觉这个尼多尼尼说这那帮学的给个我乱出把也是不做了这个着将把个接单钱把东把的上不天阳天阳的来看见一色大了给我到达堂前了的我都山些不接我当前去我刚来就等我把的到给我早晚的干总不学个了等我就说呢让爸爸我接单钱把当干的上把当阳天阳的来感觉即是大了
Gavandala Danjera Tomandaya Danje Zibra Nyat Dane Niba Dana Panje Jin Kega Nanja Valon Trubaya Zubun Zolin Rokan Rowa